我哋絕大多數人，或者要到生命終結嗰一日，先至能夠真正明白，原來世間萬物終究皆空。但係自己就執着咗一輩子，被呢份執念折磨得身心俱疲。人生真係好短，唔信你回頭睇下，過去嘅幾十年，仿佛就好似尋日一樣，好似一場轉瞬即逝嘅夢。我哋不過係借住呢一世嘅疲勞，體驗呢一趟短暫嘅旅程。來時兩手空空，去時亦帶唔走分毫。既然如此，嚟乜嘢就接住乜嘢，俾乜嘢就用乜嘢就好啦。緣分在時，好好珍惜；緣分散時，坦然放下。一個人最大嘅智慧，其實係放過自己，而最大嘅慈悲，亦都係放過自己。不必總係為未來嘅唔確定而焦慮，亦不必為咗過去嘅遺憾而懊悔。按時食飯，按時瞓覺，專注當下，就係圓滿啦。有人愛你，輕輕講聲多謝；有人離開，亦微笑目送。唔固執佔有，亦唔強求結果，不爭不搶，到最後你會發現，真正屬於自己嘅，唔係擁有幾多，而係放下幾多；唔係追逐幾耐，而係可以心安幾耐。